透过分享自家嘅生命经验，大家都做得起一个讲古嘅人，还有对安东人嘅故事当中，咪更加看得到台湾历史嘅改变过程。文化部国民记忆库近几年出来办嘅今年第2场嘅故事沙龙，现场请嘅50人，大家来听下讲做生命嘅世界嘅说法，还有现场还有90人岁嘅阿伯婆，喺现场留大家分享投稿嘅寄托，献上感谢。创呢这个3个字是秦丑时就命名到现在。还在啲苗栗公馆乡出望行太野车中乡，讲到一个台湾最早开发的遥控场，同时咪喺全世界第2嘅发现到嘅邮站，都有一道故事好分享。特别係嗰陣時，美業對外嘅交通方式，就係坐550公尺長嘅流浪。講到呀，車中鄉就歸套攤，嗰陣時冇介意記錄下來。加味咧，我就不管啦，少公司人也好，夾個器材也好，人家的三個人居民啊，就唯一的通路就是要南茶，最頭那個少，好還有個信仰，開會變嘅流浪大廈。當初我哋吼，一到鏡頭冇落去了，實在。有當時海草水啊，有當時拍球啦，吼，拍咧抓球安尼，咱也買袂起啊，人日本人就買起啊。行家路喎地頭人中啦，行勢就西東宜蘭係咧陳松秀賢阿伯婆係客家移民天二推，也下尾伊既然冇辦法用客家來打嘴鼓，捐靠用好多話來分享，而行勢啲日本共學校特殊嘅記憶。對嘛，行路轉來嘛，啊，攏半行走咧，無通講真夠早就來學校咧，定定嘛去遲到，啊，老師叫佢啊。學班遐徛學班，真更小啊！三星公學啊吼，頭一屆學生啊，上濟迄當陣啊，攏警察去趕，不管你新婦啊，還是查某囝，攏愛去讀。啊，到我同學吼，有誒去讀吼，已經16歲、15歲哦，才讀1年級爾。啊，我9歲去讀啦。啲攝像機、攝影機蠻普遍家下，一定來分享嘅人，仍按珍貴做4年嘅家下嘅記憶，無論係識得咁咩同嘅面試，無做係搞挑假嘅，搶留啲人嘅腦勢都好。唔過大部分人嘅分享，一定好撐嘅，就像坐定時光機，對人一定按豐富嘅生命經驗當中，來看下頭擺台灣嘅歷史樣貌。下個新聞總書記陳欣怡特別報道。